Hello， 大家好，我係林德榮。冇錯啦，我相信咧，大家對於我哋 Tigros 嘅 Tiger Milk King 或者我哋其他嘅呢一個產品咧，都非常之熟悉。但係佢嘅生產過程係點樣嘅咧？我哋一齊睇下。Let's go！嗱，你哋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我哋嘅員工咧點樣將呢個好露絲同埋其他天然成分咧放入機器裏邊，以65度嘅溫度咧慢慢熬煮，以確保每一個成分咧都可以將佢嘅功效咧發揮到最好。我哋嘅 Tigros Tiger Milk King 冷卻咗之後咧，就會喺呢架機器咧進行 sachet 嘅包裝。有冇睇到啊？已經將佢 pack 入我哋嘅 sachet 裏邊啦，而且佢哋仲會先測試每一個 sachet 係咪符合規格、重量一致，先進行下一個步驟。所以我哋嘅員工從生產、包裝到每一個工序都有嚴格嘅流程同埋標準，因為佢哋知道每一個細節都會影響到最後消費者攞到嘅產品質量。最後，我哋嘅研發團隊咧就會針對每一批生產出嚟嘅產品咧進行品質監測 ，OK 咗之後過咗關啦，我哋先會將生產出嚟嘅 Tigros 產品咧送到你哋手上。嗱，雖然消費者平時咧睇唔到呢啲過程，但係亦都係呢啲咁嚴謹嘅幕後工作，先讓每一批嘅呢個產品咧維持喺穩定嘅品質。嗱，今日嚟到 Tigros 嘅呢個廠房咧，唔單止俾我知道咧整個生產線咧係點樣嘅，最重要咧就係睇到佢哋對於每一 part 嘅呢個堅持。嗱，一個好嘅產品咧，唔單止對品質嘅呢個要求咧非常之高，最重要嘅咧就係堅持。